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上面明明还没擦。我说干净就干净了。舒公主，微后有旨，月公主不需要洗练祭舞。那母后也没有下旨说月妹妹不许看本公主习练祭舞吧？走。姐姐已经苦练好些日子了。4个月后，大王宫中祭祀大典，要选得当之人献祭，她是志在必得呢。好。2位公主辛苦了。舒公主，这支少司命祭舞您习练得不够，此舞中要有手捏兰花的优雅，舒公主似有所不及。此舞却不是舒儿所长。舒公主的不及在于习练得不够，殷公主的不及却在于习练得过于刻意。我哪里跳得不好啦？难道习练多了也是错吗？公主们天生娇贵，生而自有俸禄彩艺。若论习练琴棋书画、礼乐骑射，乃至于女工厨艺、当家理政，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不至于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、雅俗不变、遇事不知。所以，让公主们习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月儿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什么呀？诗书都没读过几句。你说。我想，既然让公主们练习琴棋书画，只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那宗旨便在于广，而不在于精了。月公主所言极是。若论厨艺，无不如庖丁。若论女工，无不如缝人；若论歌舞，更是怎么也经不过那些方士的歌舞伎们。但是学了这些，我们可以鉴赏，可以评点。殷公主，您过于醉心这些墨道，未免买椟还珠。正声魏乐，原也不是君子所好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什么女士啊，根本就是个马屁精，只会奉承嫡公主。舒公主做什么都是楷模，舒公主跳得不好，也自会得其精髓。我明明比她好过很多，却成了买椟还珠了。公主，仔细脚下！贱婢，为何把本公主引到坑里？婢子并没有。还敢多嘴！殷姐姐不必使气，没有跌伤便好。跌不跌伤是本公主自己的事儿。可笑的是，如今出身微贱之辈，也都来冒充公主，还到处称姐道美。殷姐姐不是未老先衰，目力苦短吧？这长廊平坦本无坑洼，你怎么就能看出坑来了呢？所以看人低矮猥琐也不足为怪了。月儿，姐姐，你们这儿好热闹啊，何事如此有趣？月儿听说殷姐姐近来贵体欠安，经常耳聋眼花，有病切勿耽搁，要找御医及早医治才是。月儿，杨灵台那边好热闹，陪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？你竟不知，今日判公大比，武比在郊外，文比就在杨灵台呀。有文比，还有武比，嗯，甚好。于我所欲也。
兄长，亦我所欲也。算了吧，这会儿要去郊外，太阳都要偏西了，还看什么舞比呀？陪我去阳灵台吧，走吧。走。公主，是否即刻回宫？多嘴！我也去阳灵台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快那边来啊！是那边吗？就是那边来。哎呀，好多人呢！是啊，他们都来参加今日的文比呀，个个都是气宇不凡呢。今日啊，真可谓是人才荟萃呢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是啊！我看看，让一下我看看。那个美少年是谁啊？我知道，那个呀是唐乐。那个就是写章台赋的唐乐呀。听说他和宋玉、景差三人被称为继屈子之后年轻一代的三大才子呢。是吗？哪个？我看看。舒妹妹，你看，后面那个更是气质不凡。是穿黄衣服那个吗？不是，第4个穿红衣服那个。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就是写《大昭之赋》的景差。原来大昭之赋是他写的。辞藻华丽，读来倒也唇齿余香，只是过于米粒了。其实《大昭之赋》不算什么，最厉害的是屈子新收的徒弟宋玉，据说能歌能赋，而且长相还格外俊美呢。哎，你看，景差后面那个就是宋玉，看见了吗？还真是好模样，但愿内外皆是一般的锦绣。我看这场上的公子们都是才高8斗，学富5车，可不是我们大楚人杰地灵呢。就是啊。这些世子们倒也一个个都玉树临风的。爱妃春心动淫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慕少爱，男女皆是无分彼此。更何况是食色性也，爱妃无需害羞。大王真坏。男后是后宫楷模，理应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母后教训的是，但臣妾是为宫中的那些公主们做打算呢。此话怎讲？宫中的公主们大多已行嫁姬之礼，故见君子云胡不喜。只是不知道，这里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儿的君子怎会在这群人里？舒儿是嫡公主，将来必要嫁给一个国君的。听说这次5国使臣都要到郢都来，就是要跟我们楚国联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1场，公子歇对公子乐，题目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刚刚出场的那个世子是谁啊？可是东向而立之人。正是。那是当今才俊黄歇，太子的伴读，众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诗300，分风雅颂3部，其中国风160篇，是学习各国语言和风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国，若是语言不通，以国风诗篇交流，已成常例。所以说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乐所言甚是，只是黄歇有一事不明。既然国风是诗中重中之重，为何列国习诗都先习宋？习诗之所以先习宋，宋乃宗庙之礼。习宋之时，习礼仪，通音乐，做人以礼行天下。然后再是学雅，通晓周天子历代之功业，而知王朝兴废。更要紧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语言，也是列国通用的官方语言。此后再学列国之风俗和语言，这便是习国风了。
这样便可以点即面，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论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属。月儿适才还说殷姐姐耳聋眼花，此话可见有误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听说黄歇文笔风流，潇洒倜傥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连宫中的大臣们都很看重他的文采。屈子不在，这赛场上抢风头的尽是他的弟子。他在与不在有何区别？屈子游历五国，正在到处游说诸侯们搞合纵的。现在楚国里没有人比他的风头更劲了。依黄公子之言，这风雅颂的次第应该为颂在前，雅为后，风更次之。错，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后有正论，风在前，雅在后。朋友正而后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；君德正而后成功，故颂次大雅。所以诗300篇中，雅颂皆起于风而次于风。哎呀，黄公子真是有学问啊！果然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今日比文，高手如云。月儿，依你之见，今日花落谁家啊？我不知道。黄公子人中翘楚，因而看，今日赢者，非他莫属。你那么稀罕他，我怎么就没觉出他的好呢？黄公子言之有理，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。这从古至今，学子们为诗言志还是诗言情而争论不休，不知黄公子有何高见？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不足故嗟叹之。情即为志，志即为情，情志不可分家。受教。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！黄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就是呀。小人孟浪多有得罪，不知公子正在洗脸软鞭，迷因打扰了。本公主刚刚在这丢了个香囊，你可否看到？鄙人正打算离去，未见到公主的香囊。公子面熟，敢问姓名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啊，原来是公子歇。前日判公文笔，你一举夺魁，据说那些什么宋玉、景差、唐乐，都输得心服口服呢。总算不负屈夫子教诲。只是不负屈夫子吗？还有大王的主望。除了大王呢？你也算没有辜负本公主的厚望。赛前我曾与人打赌，说你必赢。承蒙公主教诲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公主让婢子好找啊！我又没聋，叫活似的喊我做什么？本公主的香囊丢了，你快去别处寻寻。是这个吗？公主，您不是一直让婢子帮您拿着吗？黄歇先告辞了。是个呆子。公主，您是在训斥灵儿吗？你也配？姑姑，回姑，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月儿，我想死魁姑了。月儿好像变白了，但是瘦了。姑姑可好？好，姑姑再好也比不上你们了。快坐。眼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连蓉儿、小冉都变成翩翩公子，仪表堂堂了。蓉儿呢？出去了，跟几个公子去郊外骑马了。小冉呢？
在郑伯那里可安分。听说读书不大用心，但极喜爱舞刀弄枪的。男孩嘛，喜欢刀剑也是情理之中，让魁姑操心了。啊，这是我偷空做的一些针线，拿去给郑伯，到集市里多少能换些银两，补贴家用。魁姑，你看看。你在威后那儿受尽苛责刁难，还要想办法接济2个弟弟。玉儿这针线是越做越好了。姑姑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不碍事的，已经有些日子了，看什么呀，眼前都是雾蒙蒙的，大概是快入夏了，暑热闹的，一立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姑姑，这是翳，是眼疾，你的眼睛里长翳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姑姑，你这是积劳成疾，是给累的。宫里常年克扣陵园的钱粮用度，若不是姑姑，爷爷苦熬做针线出售，我和我的2个弟弟早就被冻死饿死了。不必如此惊慌，姑姑的眼睛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熬到你和2个弟弟长大成人，是不会瞎的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。几日不见，公子用鞭炮时的技艺又有所精进。精进什么呀？跟师傅比，只有惭愧。急什么？总有一日徒儿会超过师傅。哎，你看这鞭如何？我看这手艺，像是宫中最好的工匠所为。男儿所用的大鞭都较为粗壮。这条鞭子看起来似乎略略轻巧了些。轻巧了吗？那正好送给月儿用。月儿挥鞭如流星闪过，此鞭就叫流星鞭吧。男子持鞭也有大小长短之分，大的强悍，小的轻便。公子这支鞭做随身之物也很好啊。那这样吧，月儿替我先存放几日，如何？适才我见你在地上寻寻觅觅，不知你在寻觅些什么。魁姑患了眼疾，女医治曾告诉我，野菊、金银花护肝明目。我已然采集煎汤给魁姑饮用，可昨日又得一秘方，说黄连清热解毒、泻火燥湿，若能将新鲜黄连的根茎碾碎，敷于眼疾处，效果极佳。可我寻遍宫内外，却找不到一株黄连。楚国虽产黄连，可是都长在高山峻岭之处。若要在这隐都寻到一株黄连，恐怕是难了。有一个地方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哪儿？走。你老牵着他干什么呀？带宝官出去溜溜，别老戳在我眼前。是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在魏后那里用的晚膳，原本要来咱们兰桂台的，但魏后说赵姬怀孕，多日不适，硬是逼着大王去了赵姬处。昨日大王就去了赵姬处，今日又去，也不知道魏后收了赵姬那个小贱人多少好处孝敬，天天袒护他，处处与我作对。去
差人告诉大王说公子兰病了，我看他来不来。是。你真以为这有黄连？大王宠幸郑袖，前不久让人出去搜集了许多隐都很少见的花草，都移种在这里，据说不乏药材，咱们可以试试。去看看。走。你看看，这园子里多少难得一见的兰花香草。可惜郑袖是个俗人，这些花栽在这儿真是白糟蹋了。夫人，魏后来了。怎么搞的？大王没来，他却来了。扶我。是。拜见魏后。拜见魏后。我听说公子兰病了，难道南后也病了？南后连日照顾公子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结，心力交瘁。身为后宫嫔妃，就算儿女有疾，也要衣着鲜洁整齐，不可任意放纵，不顾妇容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前几日母后教训臣妾，让臣妾动不轻狂，笑不露齿，衣着简朴。臣妾就是按照母后的意思做的呀。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母后。大王，子兰病了，臣妾只顾悉心照顾孩子，蓬头垢面，实在有损嫔妃的身份，请大王恕罪。爱妃快快请起。大王，看着爱妃如此辛苦，寡人很是心痛。是谁说爱妃有罪啊？何罪之有？母后正在教训臣妾，是臣妾的不对。后宫佳丽众多，大王这等疼法，只怕是疼不过来吧？母后教训的对。本来听说大王要在赵姬处留宿，让大王这样匆匆赶来，臣妾的罪过就更大了。子兰到底病得如何？刚才让太医看过，子兰体弱容易积食，需要时时小心照料。带寡人看看去。大王请跟我来。瞧，水会五味子，它浑身是宝，能祛风活脉，调气止痛，清肝明目，果子成熟后还香甜无比。既然如此之好，咱们就带回去给魁姑，这也算物尽其用。好啊，摘下来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好。月儿，快来！黄连，这叫梨，也叫野灰菜，可以做汤，可以烹菜。尽管它的叶子和黄连极为相像，但味道却是很鲜美的。月儿知道的真多。也许今日咱们白来了。再找找。有了，黄连，这就是黄连。快把根挖出来。什么人？跑！
快跑！我有软鞭，打他一刀，不是难事儿。侍卫来了，被他们抓住可是大罪，快跑！小心点，小心！站住！快走！你是何人？敢擅闯兰桂台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带走！大胆黄歇，你身为太子的伴读，竟然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若真的偷鸡摸狗也好，为何把园子搞得一塌糊涂？我倒想听听你的理由。是黄歇做的，就是黄歇做的，没有理由。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难不成跟我这园子有仇，跟我的宝官有仇？哎呀，黄歇啊，你要是这般死硬，就不要怪寡人对你不客气了。来人！大王，有人来投案自首，说大王抓错了人犯。什么？投案自首？带他进来。是。月儿，你来做什么？今晚发生的一切，都是芈月所为。望大王威后、南后，责罚芈月，不要错怪黄公子。不要听芈月胡说，此事是黄歇一人所为，与芈月无关。狗是我打的，花草是我踩烂的，你是一边看热闹的。侍卫抓住的是我，谁看见你做了？好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黄公子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，将这糟蹋花草、打狗之事由他一人承揽，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芈月向来刁蛮无礼，这倒是像他的做派。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有人招供，也算是有了眉目。至于怎么处置，芈月是罪魁祸首，从陵园回宫才多少时日，就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。大王要以一警百，严惩不贷，以免他带坏了后宫的公子公主们。至于那黄歇受人蛊惑，不懂礼法，也该给他点教训。母后所言极是。大王，敢问大王，这兰桂台是何人的寝宫啊？爱妃，你是说笑呢？这兰桂台自然是爱妃你的寝宫啊。那大王为什么不问问臣妾，该如何处置闯入自己寝宫的人呢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想要如何处罚这闯入你寝宫的人呢？月妹妹，你这淘气也淘得太过分了。我与你打赌，说你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我的后花园摘我花草。我说不信，你不仅动真格的，还找来黄公子做帮手。然后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看我怎么罚你。芈月任性不懂事，任凭南后姐姐打骂。大王，你看看你这妹妹，娇嫩的跟朵花似的，我哪舍得打她骂她呀？你呀你俩怎么还不起来？真打算在我这跪一夜呀？此事不能就这么了结了，以后后宫还有没有规矩王法了？母后，这都是自家人，这规矩王法不都是大王一句话吗？大王，你得给臣妾做主，我要芈月和黄公子给我的宝官赔不是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个芈月、黄歇，一会儿给宝官赔不是。大王，大王，这园子是爱妃的，宝官也是爱妃的，您说这事儿该如何了啊？这个园子是爱妃的园子，宝官也是爱妃的宝官，这件事情自然是爱妃说怎么了，那就怎么了了。谢大王。不成体统。外面天黑路滑，请母后慢走。哎呀，你这个蜜罐子！你们俩还处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下去？谢大王。谢大王。谢谢大王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要怎么谢我呢？
等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怎么没出去啊？站住！你俩与我说实话，这黑灯瞎火的到我的园子里究竟干什么来了？芈月有一至亲病了，需要一味草药，正巧这草药长在了南后的园子里。哼，又是草药！你芈月真当自己是扁鹊在世呢？南后宽宏大量，我才不宽宏大量呢！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幸亏我的宝官生得不重，否则你们……谢南后，谢南后，你俩给我记住了，今日之后，你们可是欠着我的，自求多福吧。母后还在为昨日的事情苦恼吗？区区小事就不要再生气了。今日我叫你来，是听说五国使臣不久要到郢都，商议与楚国联姻之事。几个公主都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尤其是舒儿，她是你的亲妹妹，我们更应该为她早做些筹划。母后放心，舒儿的婚事，寡人从不敢掉以轻心。舒儿是我大楚的嫡公主，在寡人看来，想觅得佳婿并不难。在这几国当中，韩国的韩侯已婚，齐国齐王年老而齐太子尚幼，都不合适。或许燕国的太子哙、魏国的太子赤，还有赵国的赵侯雍，可以斟酌取舍。燕国太远且暗弱，魏国在走下坡路，而且求婚的是太子，都不如直接嫁给诸侯王最为有利。说起来，赵侯雍是最好的备选。他15岁继位，如今20多岁，且赵国都城邯郸又是出了名的繁华绮丽。寡人也听闻，这个赵侯雍胸怀大志，才智惊人，在列国当中倾慕他的公主不在少数。当然，他们要想与舒儿比，那就是烛火之光与日月争辉了。再者说，列国之中，我楚国最强。试问有哪一国的国君太子不想娶我楚国的嫡公主为王后呢？还有几个刚行过佳姬之礼的公主，我也有所打算。愿闻其详。公主芈音乖巧伶俐，平日在宫中对我也是恭敬顺从，或许可以嫁给魏太子赤、燕太子哙。母后所言在理。那其他几个公主呢？寡人记得有个公主叫芈京，还有昨晚闯祸的那个芈月。芈京倒也罢了，至于那个芈月，她是应生的女儿，将来也只能做应，做个陪嫁。晴儿，去外面把月儿给我叫进来。是。月儿，快来！你看，为何你绣的香草呼之欲出，能引来蝴蝶？可是我绣的花儿垂头丧气，愁苦不堪，气死人了。天下哪有长在丝绢上的花朵？若想绣花，先与花作伴。舒姐姐该多在园子里走走，心里沾上了花草的灵气，绣在丝绢上又有何难处？可是母后最不喜欢我出去了，哪像你10条绳子都拘不住你。哎，昨日晚上我去你房中找你，你房中无人，偷偷溜到哪儿去了？自然不会告诉你。不告诉我算了。让你不告诉我，让你不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告诉我，看了你了，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就是公主。舒公主，刚才我从魏后的屋前经过，听到魏后在和大王商议公主们的婚事。说了什么？说是列国的使者们马上要到郢都来，向公主们提亲。哦，还有呢？还说了有一个叫什么强秦，是秦国。哦，那就是秦国吧。
据说秦军营4的王后都过世1年了，一直未纳新宠，所以也有可能来求婚。有人与我提起过秦国，说那里的人粗蛮彪悍，一个个茹毛饮血，可怕极了。哦，还有西北的烈风，绝对不是我们楚国女子能忍受得了的。我听到的秦国可不是这样的。我听说秦人个个身形魁梧、高大、英勇善战。那你嫁到秦国去好啦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俩一块儿嫁过去了。妹妹，你见到秦王了吗？自然见到了。那秦王怎么说的？他说要你去见他。秦王怎么会？妹妹吓你呢。嗯，怎么，你真的想去见他？不跟你说了。看你那神色，口不对心的。拿去，这是他托我还给你的。有劳妹妹啦。给你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方巾，让我看看。这是秦王的名字。那要不要我再去一趟，把方巾给姐姐换回来？这么说，是郎有情，妾有意啦。人是你去见的，方巾是你拿回来的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去找母后评理。评理我倒是不怕，左右不过是一顿打罢了。只是可惜了这一桩好姻缘啦。那这方巾我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不要？那我也不要了，我扔了。我扔了。嘿，姐姐。可惜了谁的好姻缘呢？我听说，眼下各国君王打算派使臣要来向舒姐姐求亲，不知谁最幸运，能与姐姐结下这桩好姻缘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妹妹人品出众，我也是好奇的很呢。魁国，张仪从出生到今日，也穿了不少件衣裳，可唯有这件衣裳，张仪将铭记一生。张子快起，张子快起！楚王已经看到在下的策论，明日宣张仪入宫。新仪来的正是时候，好马配好鞍嘛。张子怀才不遇，我和月公主也帮不上别的忙，只能帮做件新衣了。谢芈月魁姑赠衣之恩。回来了。哎，小冉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小冉今日怎么一声不吭的？是何人得罪了我们小冉？哎，今日带小冉到东门集市卖姑姑的女工，小冉看中了一把小宝剑，竟要价10金呐！什么宝剑？怎么会这么贵？那宝剑刃如秋霜，真的很好。姑姑不知，前几日老朽给小冉请了个师傅，教他几手刀剑功夫。这师傅啊，夸小冉天分难得，是将帅之才，所以啊，小冉一心想要把合手的宝剑。咱们云梦台入不敷出，捉襟见肘。小冉再等2日，魁姑和你姐姐去想办法。哎，魁姑，何苦为区区10金犯愁啊？张仪为你筹划便是。你有10金？暂且没有。明日入宫见过楚王，张仪便有了。10金太少，100金如何？好了，张子，且不说你眼下如此潦倒，谈论100金如同痴人说梦。就算你日后有了，也与我们无关。
说摆进就摆进，明日午后，一言为定。昨日夏至，这宫中的蚊蝇更多了，也不知这几日大王睡得是否安稳。听说大王新得一夜明珠，放在宫中清凉如水，夜如白昼，100步之内蚊虫避之不及。我还从未听过世上竟有如此宝物。据说那夜明珠就放在南后的兰柜台。哦，真有此物。你带人去兰柜台，就说我要借过来看看新鲜。是。站住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啊，张子，大王已等你多时，请。哼。不管什么好东西，他都要来跟我抢，那是秦王献给我的，我不给又如何？魏后那边的玳瑁姑姑说是借用。哼，借？珍宝到了魏后手里还有还的日子吗？可那玳瑁就在外面等着，此事总不能僵着，不如先借给他，等过后让大王出面再要回来。拿走。是。寡人读了张子的《玉女论》，张子对这天下的美人，果然是学问颇深。哎，不敢。张仪怎敢在大王面前卖弄粗浅之见？想那屈子在大招之中就有峨眉曼之，容则秀雅之言。张仪早就知道楚国美色尽在后宫之中。哎，不过大王，这列国之美人，大王是否都曾见过？在寡人的后宫之中，未必只有处女，这魏女、齐女、韩女、赵女亦都不在少数。这些个只能称之为女人，称不上美人。拜见南后。大王呢？正在殿中召见张子。张子？哪个张子？啊，张仪，给大王献上了《玉女论》，颇得大王的欢心。开门。是。先生所指的美人是？美人，美人如四季花色，梅令人高洁，兰令人幽怨，菊令人淡雅，海棠令人惊艳。张仪以为齐女多情，楚女窈窕，燕女雍容，韩女清丽，赵女娇柔，魏女美艳，秦女英气，如百花若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妙处，不一而足。妙哉，妙哉！先生对美女的这番言论，实在是寡人闻所未闻，生平仅见。那以先生之意，寡人如何才能博采深意，体味这美人的妙处呢？大王若能将列国之美人齐集于后宫，日日相对，深吸三味，试问天下还能有谁比大王学问深厚，艳福齐天呢？说得好。可是寡人如何才能收集齐这列国的美人呢？大王以为在下的眼光如何呀？张子对天下美人见解精辟，眼光独到。那就让张仪为大王踏遍列国，寻访天下之美。好，那寡人赐先生千金，就拜托先生替寡人寻访列国的美人，收入我楚国后宫。大王英明。
张子不容易，这百金说什么我们都不能收。100金是我张仪的承诺，一谢月公主搭救之恩，二谢魁姑新衣之劳。我们救张子也算是缘分，谈不上恩情。你若真要谢，就谢魁姑的针线吧。哎，给张子做件新衣也是举手之劳，说谢就太见外了。楚国这个地方啊，只敬衣衫不敬人。你看，如果我张仪早有这么一件新衣，这当中哪还会费这么多周折吗？哎呀，一件新衣，半个时辰，摇唇鼓舌，收获甚丰。我张仪阔了，小冉也有了买宝剑之金，你们手头还可以宽裕一些吗？听说张子要去诸国为大王寻找美人，这路途遥远，小冉买宝剑也用不了这么多，这些金张子还是带上，以防万一啊。你们以为我张仪就这些钱财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出一日，还会有人迫不及待地要给我送来更为丰厚的盘缠。张子竟然用了一篇玉女论赚得大王的金子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哎，你偷看在下的策论了？张子若行事磊落，用不着对人遮遮掩掩吧？我若遮遮掩掩，你还能看得到吗？我张仪，我敢做敢当啊！那篇玉女论也是为了得志其心，投其所好啊！你这是曲意迎风，不择手段，非君子所为。非君子所为？我张仪是今日不得已而为之，忍屈受辱，为了他日一展胸中之宏图，这才是真君子。你芈月公主不但不应该责备我，你应该夸我才对啊！收下吧。哇，真亮啊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呢。颗珠子，是哎，我也没见过。还这么亮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夜明珠，产自西域。这样的稀罕物件我也是头回见到，所以把你们叫过来让你们瞧瞧，也长长见识。可真亮啊！这可真是个宝贝，夜里看起来像一个小月亮掉在屋子里。此物幽香暗拂，闻起来比那些兰草还要惬一些。只可惜母后不让月儿来，不然没准她能说出个究竟。依我看呐，咱们楚宫可并非只有一颗宝珠。舒姐姐国色天香，冰清玉洁，不也正是我们楚国的宝物，母后的掌上明珠吗？让妹妹看看，是这夜明珠耀眼，还是姐姐耀眼？可不是，这一比，舒姐姐可把夜明珠给比下去了。像这等奇珍异宝，也只有母后才配享用。若不是寿山福海，哪儿镇得住物宝天华？母后，您说是不是？瞧这张小嘴，快赶上八哥了。好了，玳瑁，快去，帮我让人新做的冰镇糯米酒和金银花茶端上来。是。张子，敢问是张子吗？正是在下。我家夫人要见你。你家夫人是谁啊？南后郑秀。张子这边请。在下张仪拜见夫人。免礼。不知夫人召见张仪所为何事？听说张子不日即将启程前往诸国，不知是否还会回转？回夫人，那得看盘缠的情形，盘缠使完了，才自然得回来。这里是500斤，外面天高云阔，容张子大展宏图。若张子肯答应永不再回大楚，临行时将再获酬金500，以壮行色。
谢夫人赠金壮行之恩。本来我想也可不回，但此次一去不返，总该跟大王当面辞个行。若夫人明日能促成此事，张仪一定会当着大王和夫人2个人的面做出承诺，如何？天气这么热，都这么晚了，我还真有些烦了。我们赶紧回去吧。是稀罕东西，说它能驱赶蚊蝇，夜晚清凉如水，不知真假。不如让我拿回去试它一试。公主，当心！既然是宝物，我以后必然爱惜。若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就是拿回去赏玩一日。以后对我一向另眼相看，知道了也不会怪罪我。盖上。月公主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宝贝有多好，简直值好多个城呢。那叫价值连城。对，是价值连城。月儿虽没见过，但也知道那是好的。至于那香气，我思量这宝珠中间或许是空的，被人填上了外域的香料，所以香气悠然，能避蚊苍。还是月儿聪明，无人能及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月儿别具慧眼，快给我想想办法。临近宫中祭祀大典，可我的少司命祭舞还是没有找到其中精髓。照我本意，不跳也罢，但母后哪肯？好妹妹，快指条便利捷径。这便利2字只怕是最难的。言之不足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你若能悉心体味少司命的入不言兮，出不辞，晨回风息，在云齐的超逸清雅，那一招一式便有了5成该有的雍容。要不，明日清晨，你我一块儿去荷花池边走走，看看风过荷叶，日映荷花，诗从自然，或许能有更好的感悟。好主意，绿萝，明日一同去。好。大王，在下今日就要辞别大王而去了。楚国的美食冠绝6国，大王今日特意赐宴在下，让张仪口留余香，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去啊。先生果然识得这人生真谛，食色性也。人生在世，最大的愉悦莫过于食色2字。今日这美食当前，焉能无美人相伴啊？美人？好了，先不跳了，你们去陪张子九喂张子石。是大王。大王，不，张仪这可使不得，先生承受不起呀。我说先生受得起，那就受得起。知张仪者，大王也。好。大王吃个果子吧。好。大王，平日都是道听途说，今日眼见为实。楚国的美女果然是如云如林呐。张子谬赞了啊，这只是我楚宫里的平常颜色。这些还平常颜色？
那难道后宫里藏有夏姬庄姜不成？不瞒，禀报大王，南后求见。他来干什么呀？听说大王要派人周游诸国，搜集天下美人，臣妾就想知道自己是否也列为其中啊？哼，张子，张子，张子，在下失礼，在下失礼。张子，你刚才行为为何如此怪异啊？敢问大王，眼前这位妇人何许人也？寡人的宠妃南后郑袖。在下惭愧，在下无知，在下井底之蛙，在下真的是对不住大王啊！我不是，这张子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寡人说清楚。大王，在下在大王面前夸下海口，要为大王寻访绝色美人，可方才一见南后，我就知道我大错特错了。我张宜喜向来也是游遍列国之人，但从未见过一个人的容貌能和南后比肩。你说张仪的见识如此浅薄，竟然不知道天下最美的女子就在楚国的王宫里。该死！张仪向大王请罪。张仪，大王嘱托在下寻访美人之事，恐怕有负重托，办不成了。你呀，就是见识浅薄。寡人就想嘛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好东西是我楚宫没有的呀？那照先生刚才这么说，这天下第一美人就在寡人身边了。确定无疑。好，那你就快跟寡人讲讲，寡人这爱妃怎么就成了天下第一美人了呢？大王请看，南后这一对眉，仿若一带远山；这一双目，有如卷上点漆；耳鬓柔弱，脖颈修美，此乃孤品，不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又作何解呀？可是寡人记得那日在这大殿之上，先生所说的如百花似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不同，又作何解啊？在下无言以对，这就将大王所赐千金即刻退回。哎，千金嘛，区区小事，寡人既然赐予你了，哪还有收回的道理啊？大王不仅宽宥了在下的食言之罪，还说这千金不用退回，这岂是慷慨二字所能道尽？此乃君王之胸怀呀！似大王这般胸怀，不得天下有违天理呀！大王，张子，你好一张巧嘴！多谢大王。没想到这个张仪说起话来口吐莲花，但论起见识，倒也稀松。今日还是爱妃让他见识了什么才是天下绝色。大王竟拿臣妾打趣。夏日炎炎，臣妾是日不能视，夜不能寐，衣带渐宽，面容憔悴，这还哪来的绝色呀？怎么会呢？爱妃的夜明珠不是有驱蚊避暑的奇效吗？正是因为听说那夜明珠有奇效，前2日幕后派人来把那夜明珠取走，拿去把玩了。哎呀，爱妃这玉软花柔，不耐鼹鼠的，寡人这细看之下，神色间确实有些憔悴。这样，明日寡人就让人从母后那儿把夜明珠给你取回来。
谢大王对臣妾的体贴。郑袖竟然跟我斤斤计较，那夜明珠不过刚刚借用2日，他就让大王差人来索要了。威后若想留下夜明珠，不用理睬他。大王一向孝顺，威后可对大王明说就是。郑袖整日狐媚大王，若真与他争执，只怕弄得大王两头为难。算了，还是把夜明珠给他拿回去吧。是。威后，夜明珠不见了。丢了？哼，这丢的也太蹊跷了吧！这夜明珠在我宫中放置多日的安然无恙，拿去威后那2天就丢了，谁信呢？可威后说丢了，不信又能如何？他是想黑心媚下我这颗夜明珠，但别指望郑袖我会哑巴吃黄连。走，臣妾郑袖给母后请安。免礼吧。谢母后。我已经说过，这几日暑气袭人，你们心到就行了，不用日日请安，免得劳累心。公主，母后说的是。公主，这几日天气酷热，谁在里面呢？南后在里面。进去禀报一声，就说米音来给威后请安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先不忙的，待南后走了再进去禀报吧。是。这事情说来也古怪，人不知鬼不晓，这夜明珠就不见了。我派下人去查了半日，都无下落。没有人拿走藏匿，难不成那夜明珠自己受了脚了？戴帽，事情的原委你最清楚。那夜明珠是奴婢遵威后之命从南后那儿借来的，放在高堂台，人人都知道是稀罕宝贝。就算喜欢，谁又敢动着贪欲之心？臣妾心里有数。既然那夜明珠自己跑不了，母后宫中的人又都手脚干净，那东西自然还在高堂台。母后若是喜欢留下就留下了，何必说找不到呢？我这一辈子见过的宝物不计其数，难道还在意你这点东西？臣妾的见识当然不如母后了。不过东西既然是在高堂台丢的，还是应该想办法查个水落石出才好，免得放过了盗贼，冤枉了好人。又或者，母后心慈手软，不愿意对手下的人进行清查盘问。大楚盗律，贼盗律，最轻则砍手足，重则掉脑袋。我眼里从不揉沙子。殷公主，我还有些急事，回头再来吧。公主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闭嘴！可是，公主拿了那夜明珠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那夜明珠便是你拿的。殷公主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回殷公主，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针线。绿萝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掉了一个耳环，你可碰巧看见？回殷公主，刚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块儿，没有看见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遗物，甚为珍贵，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帮公主找找吧。公主，绿萝，算了，
能是掉到寝宫里了。灵儿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尹公主，那东西与我性命一般，你还当个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夜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宫外的。东西要是现在交出来，微后责罚的只是你一个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来，那受牵连的就是你们全家。我使唤了你们多年，竟不知你们当中有做贼的。今日若不查出来，就坏了我高堂台的名声。永香令，微臣在。你给我一个个去审，就算剥了他们的皮，也要给我审出个结果。是。都给我起来，老老实实的走吧。这个不是我的，赶紧走。进了永巷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母后，婴儿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个人可疑。什么人？昨日午后，婴儿曾见过有个人来过高堂台，当时并未留意，但此刻想想，着实该有几分嫌疑。贱人生出来的只能是贱人，想来我待你不薄啊，让你跟着舒儿也学点长进。你倒好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偷走我的夜明珠。任是金山银山摆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动心，更何况什么夜明珠？魏后，万不可借此羞辱我和我娘亲。还敢跟我顶嘴？玳瑁，给我掌嘴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求你饶了他吧。打！母后，我求你了。玳瑁，你先退下。凭空说我偷盗，拿来证据。今日我是人赃俱获，你想赖是赖不掉的。婴儿，魏后，昨日午后，婴儿是和侍女灵儿一起看到的。灵儿，说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婢子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拉下去，掌嘴！说呀！魏后饶命！昨日婢子陪着殷公主站在那儿，看到月公主从正殿前走过去，别的婢子真的不知道了。灵儿眼拙，但本公主眼不拙。月公主分明不仅从正殿走过，还慌慌张张地走进去，又走出。胡言乱语！昨日午后，我与舒公主一起去了后花园的荷花池，回来后从未进过正殿。你说你见我进了正殿，我何时进去，何时出来？出来后又见了何人，去了何处？休要狡辩！夜明珠藏于你房里，证据确凿，我不得不惩前毖后，以正后宫纲纪。论罪，本该赐你一死，但念你是先王之女，暂且关入永巷，明日去衣杖摆，再施月刑。别说砍去芈月双脚，就是碎尸万段，没有偷，就是没有偷。且等明日，我看你的嘴还有多硬。母后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昨日一整日，月儿确实与舒儿在一起，夜明珠之事与她并无干系。捉贼拿赃，你不要再为他开脱了。我不是为他开脱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，杀一儆百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免得你们被这个贱人都给带坏了。皇公子，绿萝，何事让你如此慌张？皇公子，月公主不知怎的，竟成了偷夜明珠的贼犯，现已被囚禁起来了。明日就要施月刑，被砍去双脚。舒公主正为此事而着急呢。皇公子，也请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月公主吧。怎么会有这等事情？她一定是被人陷害了。赶快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跟我说说。
皇公子，你找我啊？看你这人，有话就说嘛。是你拿了夜明珠，是或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你拿了就拿了，为何要栽赃别人呢？怎么？威后明日就要砍去芈月的双脚，让你心疼了？你也是女儿家，你的心怎么能如此之狠呢？月儿从来没有爱过你的事儿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说起来，事情落到他身上也是碰巧了。不过，他的确爱了我的事儿。月儿爱你何事了？皇公子说过，你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他若从此不再出现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喜欢别人了？殷公主，你把月儿害苦了，我就算是今生不娶，也不会对你有半点情谊。你说月公主遭人陷害，是，但威后向来固执，只怕即使我出面，她也不听一个字。夜明珠是南后的，太子能否说动大王和南后去过问此事？这很难说，不过我可以去试试。谢太子。威后，大王跟南后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过来做什么？说是找到了偷盗夜明珠的真凶。是吗？米音，大王告诉我，说你亲口向皇公子坦诚，夜明珠是你拿的，因为嫉恨皇公子与芈月亲近，故而栽赃于芈月，可有此事？母后圣明，婴儿自小由母后抚养，待婴儿宛如亲生，该深知我的心性。那栽赃陷害，均为卑鄙小人之作。米音与芈月无冤无仇，即便再不堪，也不会使出如此下作手段。皇爷，殷公主适才不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她说月公主碍了她的事儿。不错，皇公子，我是对你真心倾慕，也知道你与芈月偷偷眉目传情，但就算我再喜欢你，也不能为你而替她背这个黑锅啊！殷公主，你也算是王室血脉，你怎可满嘴胡言，出尔反尔呢？皇公子用不着气急败坏，芈音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如何承认？你们二人到底孰黑孰白？月公主被人陷害，大王明察。大王母后，婴儿冤枉，被人诬陷。爱妃，你看这……依臣妾看，这两人当中，定有人是在诬陷别人，也有人是被人诬陷的。都是些没用的废话。母后圣明，应当比臣妾心里有数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